财团法人基美病院伫2年前，甲国立中山大学签订合作备忘录，2年来注重加强学术的研究，甲人才的培育。日前，并且伫基美病院正式成立联合精准医学的实验室、甲循环医学的实验室，以及教学办公室，希望培育更加侪跨领域的人才。3、2、1，请揭台。大家请热烈掌声。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国立中山大学举行联合实验室还有教学中心的揭幕。那奇美医院跟中山大学签署这个合作备忘录已经大约2年。那这2年的当中，中山大学也开始招收后医系的学生。那我们这边的医师还有一些医师人员到中山大学共聘的达到40几位。那也有20几位的学生到中山大学去念博士班、硕士班。那今天最主要是我们的精准医学的联合实验室，还有心脏循环的联合实验室，还有教学中心的联合教学中心来揭幕。那希望这些揭幕能够促进奇美医院跟国立中山大学更深切的合作。中山大学我们非常庆幸有奇美一流的教学医院来跟我们共同来培育台湾的优质的这些医疗人才。那中山大学后医系成立我们学生已经有第2届的学生进入到中山大学。那回想在2年前非常感谢我们奇美在邱副主委，他当时是邱院长，他的团队的全力的一个支持，然后我们建构起一个这一个医疗人才怎么样透过双边的一个科研能量，从医学临床到这一个人才培育，到医学科学的许多的一些研究。那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再次表达对奇美医院团队的一个感谢。伫这2档的合作，中山大学伫成立后医系以来，包括专兼任合聘奇美的医师，师资有45位，合写论文将近200篇。而奇美病院的医术专业人员，伫中山大学进修嘛超过20人以上。望未来伫精准医学、循环医学、甲医学教育方面，双方有更加密切的合作，为未来医学扎来新的里程碑。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